心而乐上帝，请咱起立吟传首。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你是好。我以色列讲。我阿伦的家讲。我因为耶和华的人讲。我伫群众的中间求叫耶和华。有耶和华教我伫的，我是无惊。就甲我开伊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在父所起杀的少，已经写做出较头的少。这是耶和华所惊叫的你。
谢上帝赐下满满恩典，伫阮平凡的日子，阮的盼望是人生会当一帆风顺，伫各安的环境内底会当找到快乐。这是何等的困难！主你所应允如此的真实，伫患难中要赐下平安。因为借着耶稣基督，阮诚做圣洁的囝儿。伫圣经中的真理，阮得到咱内心的宁静、喜乐的源头。耶稣基督是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中间，因的生命的经历有无共的试炼。阮得救就是借着接上帝信心的操练，得到稳定甲价值。就此，伫阮的目睭，提起心中的仰慕，明白无一件事代志，毋是出于你的手处。伫风景中，主与我掌管，你由此为身体定下大者，上帝命在伊伫你，领受问题，你听来对，无听，听若完全，听也感谢主，此事阮有一个天下底，因有心愿意服侍，不论是到教会外口，是内面，主阮有愿看见读者因热心的服侍，恩主最大，当彼此相听，阮感谢主。也求主帮助阮，因为信仰的生活会当成仙。阮努力在上帝道理来学习，同比温暖的心，会当行出丰盛前利的生命。愿敬畏上帝，阮都靠上主，为着阮之所世间人的面前所行的恩惠是遐尼大。愿主的恩典到阮时常记得，只是咱用祈祷文来结束咱的祈祷。愿你的良心，你的公领导，你的旨意必成，你的亲情必命，愿你去咱的伙伴，下面我的服务，并阮下面服务我对阮的脾气，对阮的爱。你把我带领明德中走，让在回去旁边。对，放大，然后就是。
这样，这样。我说今仔日要甲咱讲道分享的题目是群对耶稣的人。今日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伫疫情愈来愈缓和落来了后，咱三甲组织伫上帝殿院来敬拜落主，总是互属于原爱保佑咱兄弟姊妹喙暗调好，一个勤洗手，温顺甲温顺来洗手，咱会当保持家己的即个卫生的习惯，卫生的习惯，永远毋通握手，即摆是嘛是共款，咱毋通握手。用注目礼安尼就会使点一个头，所以咱即个礼拜最后有一个平安礼以往咱拢爱会握手平安礼总是咱疫情了后，差不多咱拢用点头安尼就会使点头就会使。所以愿主来帮助咱继续为着做的遮个疫情来祈祷，求主怜悯帮助咱所以毋望咱兄弟姊妹爱着较认真伫，这嘛是一款荣耀上帝的方式。咱生活伫即个世间，也就是人出世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咱咧生活的过程嘛是共款，所以咱的即个主题教会的总目标以上社区宣教、信仰生活化，这是咱毋望兄弟姊妹咱拢无放袂记，而且爱搁较认真、搁较注意来实践。所以愿主赐福帮助，咱拢会当诚做分队主的，分队主的人，咱会当看到，遮侪人来分队，主要说，毋望咱会当诚做一个分队主的人。安尼敢若讲了，来三甲来祈祷，我哋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透过今仔日咱看到的《使徒行传》第4章13节到14节，来启示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搁较认真注意，详细做信仰的反省，
当我看到即个世间有侪的烦恼，侪的遮个困难，侪遮个艰苦的事，你甲阮有时无法度来问对主，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前，阮恳求信心甲阮相比的，来帮助阮，会当互阮确实诚做问对主的人，来学习遮个使徒因水果好信仰的脚迹。当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而且啊，兄弟姊妹，我要讲即题目问对主的人，其实咱拢是问对主的人。咱安怎问对主？我相信伫圣经内面有侪的记载，咱借着圣经的记载，而且咱嘛会当来实践。伫咧周报顶悬嘛是有写着吼，这嘛是问对主的人。伫咧咱即个道边的所在，有1、2、3、4、5、6、7、8、9有9个圆框啊，顶悬有写，问对主的人其实，若用这9个来看起来，咱就会当清楚，知影头一个是啥？敬神听人，逐工读圣经，时常祈祷，温文主会，即个愿意奉献，带人归主，即个服务社会，维护生态。咱实日真较细腻吼，无输，开始有话看较袂清楚，但是咱会当透过这几点，咱会当清楚知影讲，这就是一个问对主的人表现出来的结果。这是表现出来的结果。你要安怎表现？兄弟姊妹，咱要安怎表现出来？表现毋是做表面的。时常咱有拄时啊，伫公司上班，伫咱的工作，伫咱各方面，咱有拄时啊，就会感受到讲公司咱咧上班迄个真表面。主管也好，也是讲主管中间，也是讲咱甲即个同事的中间，有拄时啊，咱是毋茫讲一个和谐的环境，即个快乐的环境，但是为什么迄个人就是安尼？迄个人拢是安尼，即个主管是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若是敢若伫咱的即个工作顶悬，或者讲咱的家庭，甚至是咱的教会内面，咱拢会时常袂记哩，咱是问对主的人。我有几两年前有一个报纸刊登一个所在发生本仔行，咱讲雨衣大盗穿雨衫，伫遐咧人抢劫，雨衣大盗。这个消息，报纸有讲伊是某某所在的人，伊读倒一间学校，拢记起来，拢写出来。而且最后写真多，最后讲伊阁是一个基督徒。报纸拢时常会安尼写，所以其实咱诚正基督徒的兄弟姊妹，咱社会对咱的期待是真大的。我相信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无咧较讲咱透过报纸，也是讲咱看到报纸这个消息来反省咱家己。但即个伊讲到报纸顶悬写，咱每一遍牧师也好，咱兄弟姊妹也好，咱看到即个报纸顶悬写即个歹人的即个所作为，了后。讲伊是一位基督徒，我毋知影兄弟姊妹你的感受是啥物？当然一定真歹，迄个感受一定是太安尼，互主的名受到真大的侮辱，求主怜悯，嘛帮助咱搁较警醒。我嘛相信咱嘛捌亲像即个刊登伫报纸即个人款，有拄时啊是。表明出来，有拄时啊是暗藏起来，敢若你甲上帝知影，求主怜悯，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所有的。所以今仔日牧师拄好用即段圣经节，而且来提醒，因为安怎？因为伫咱的生活内面，咱嘛时常面对着即款的挑战。所以问对主的人，咱要安怎样问对主的人？使徒行传第4章第13节、14节。安尼记载，咱若详细看《使徒行传》第4章的过程中间，咱就会看到讲，即个彼得、约翰，因虽讲是一个真普通的老百姓，但是因却有迄款的能力，迄款的魄力，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阁有医病神者。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众人伫遐讲一句话，讲因就是安怎，因就是要
军队耶稣的人，帝国耶稣的人。所以即句话讲出来了后，我相信，伫咧当当时这个温度下，甚至你是信主的人，因有真大的福分，真大的安慰。讲感谢主，昨是金钟奖的，金曲奖是不是？昨金曲奖的颁奖，这个茄子蛋的，是不是叫茄子蛋？这个得奖啊！伊去哩第一句话讲啥？但是真诶，我毋知咱若看到，咱若听到，伊第一句话就讲啥？感谢上帝。咱就知影啥？伊可能是基督徒，应该是基督徒，肯定伊是基督徒，茄子蛋。感谢上帝。搁有一位，我袂记讲感谢天主啦，这可能天主教导。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来看到即款的情形、即款的状态时，迄若是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咱一定会伫咧群组内面讲啥？感谢上帝，将一切荣耀归于主，也是讲咱甲咱的啥？咱甲咱的朋友，也讲，这阮教会，这阮教会，这阮教会兄弟姊妹。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是军队耶稣的人。军队耶稣的人，会做出来的即款的行为、即款的举止，我相信这就是信仰的实践，这就是咱咧做讲信仰生活化的过程。哇，真好，真感动！我相信有做这个见证，拢一直伫咱的生活内面，咱会看到，甚至是你家己亲身伫遐来经历过。所以，愿主来祝福嘛，帮助咱。所以，咱即摆来反省是个军队耶稣的人，应该是怎样的人？第一点，你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就是爱切实悔改，而且时常自我反省。自我反省，这是即摆是个人的主义较强调的时代。真正自我反省，其实需要真大的这个安静心，是不是？遮尔复杂的社会，牧师的就遮。牧师的手机顶悬差不多有超过100个群组啦，100个群组，咱逐听过无？知影迄个群组逐工牧师若用真侪时间看手机安尼我就叫做手机误会就好啦。遐个群组当然有的群组是这个广告的群组。有的群主是真重要，爱时常更新，爱时常去点去看，爱常常伫遐来思考，爱常常伫遐来看到每一个小组也好，每一个团队也是讲个人因的需要，所以这个现代在牧会的过程中间，我相信兄弟姊妹嘛拢真清楚，我的妈妈伊袂晓用手机自从我的老爸过身了后，这2年安尼我妈妈即摆嘛足厉害，伊嘛会打电话互我，伊打电话互我拢用视讯，我袂当做歹代志我一看用视讯，你即摆好无？我说你即摆在创啥？所以这两兄弟姊妹，这真重要一件代志。咱进入这个资讯化的时代，咱当然使用真重要。但是，你是毋是有想过一件代志？当咱在看遮个书，就敢若亲像咱在读圣经，咱在祈祷，咱在灵修，咱在做咱生活上所需要的每一件代志的时，你是毋是有反省讲，这是毋是为着主所做？有的物件实在是无需要，对毋对？但是咱永远会去用到。有的资讯其实是咱无需要。咱永远会去用到，会去看到。做论真轻，这个流行的一个事件啦咱的永乐中一个老牧师刘炳喜牧师台南公教牧师，叫人借牧师福气，去台南的这个艺术馆，伫遐咧展览，有人借牧师福气遐翕相安尼最近在讲这个亚洲巡回展，内面有一个叫做这个。地狱会我毋知兄弟姊妹有知影这个消息无？你若看到这个相片，
恁王牧师今仔无要放吼，因为感觉蛮恐怖的啦。哦，但是迄是伊艺术啊，哦，但是咱当然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哦，无共款的想法。哦，咱嘛真会当透过做或者媒体啊、报章杂志，也是讲咱教会内面或者机构单位咧讲这代志，真重要的一件代志，你是毋是军队耶稣的人？当咱咧看这个事物，你是毋是会当会当用这个军队耶稣的心情来看待这整个的事物？这是真重要的，亲爱兄弟姊妹，咱若会惊讲，哎呦，这个地狱，哎呦，这个生死的问题，哦，这生死的问题，对到咱无法度伫遐来军队耶稣，对到咱拢会惊吓。当然，牧师毋是讲咱一定要去看几啊片啦，还是安怎样才会当带咱增强咱的这个抵抗力毋是安尼，是真毋茫，咱会当伫生活内面真正切实的悔改，常常自我反省。我会记这几年牧师其实伫讲道内面嘛有在强调一点，就是咱诚做基督徒，咱诚做这上帝囝儿，咱必须爱有信仰的关系。所谓信仰的关系，就是其实牧师较快的定义，就是灵修的生活。咱透过读圣经，透过祈祷，透过兄弟姊妹的分享，咱伫遮做信仰的反省。对伫社会每一件事件，咱会当做信仰的反省，毋是讲缀咧拜，也是讲缀咧行，缀咧走，缀咧批判。信仰的反省真重要。要安怎信仰的反省？就是安怎？就是咱有即个时常灵修的习惯。所以切实悔改，时常自我反省，即个来，伫遐安静心，自我反省，或者假是悔改认罪，牧师嘛会悔改，嘛爱去悔改认罪啊。时常伫暗时也好，早起时也好，咧困进前，还是讲早起起来，伫遐灵修生活，伫遐咧祈祷，把圣经安静时，为着兄弟姊妹。为着教会事务，为着厝内面的人，为着家己本身，做伫遐反省、祈祷，有中级同工的建议，有做，所以这嘛是同款，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有一个外国的宣教师，伊真无闲，所以这个宣教的单位派一个特别做饭的即个师傅，甲即个牧师做伙，伫遐来生活。牧师缀较倒来就专心伫遐准备咧宣教的物件，即个主家的师傅就伫遐。所以这主家的师傅就知影即个牧师的生活是安怎，伊常常伫咧遐开始久啊，就开始偷客啊，偷客即个牧师的米啦、面啦、糖啦，侪的物件咧，去市场买菜。嘛是报价、报超过价菜钱。无打算有一天伊得救啊！感谢主，伊得救啊！所以主会光笑伊，伊开始知影主会光笑伊了后，迄个信心会感动，所以伊伫遐信心爱伊主人伫遐来认罪，但是伊真挣扎，伊真痛苦。伊伫咧遐真丢毒，毋知要安怎，要去认罪还是无爱，因为迄种小小的事情，迄种小小的事情。但是伊讲伊若认罪，中间会拄着即个动画就无去啊。伊乌西遐个钱佫用了，伊若无认罪，信心伫迄个内面，咱讲圣灵的内住，信心的内住，咱顶面讲迄个信心。信心已经累积伫咧，当然信主了后，这个信心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安怎会提醒咱？虽讲伊原来做歹代志，但是都是用提醒，这个查就是安尼，用提醒，信心来提醒，伊咧一直内面伫遐推动，互伊安怎坐人毋是，徛人毋是，经过真长的时间伫遐来征战，
后来伊提出勇气，迄个牧师伫遐认罪，求赦免，伊就行去，甲牧师讲：牧师歹势，我以前偷摕你的物件，买菜吼，菜价拢学袂过。即摆我信主你救我，我知影毋对，我甲你提失礼，但是我迄个钱物件拢用了，无法度我害你。我继续为你服侍，你，求你答应我的要求，互我做你的奴隶啦，毋是毋是干那主子，是奴隶啦。即个宣告书，即个牧师甲伊讲感谢主，上帝赦免你，我太袂当赦免你的。你你讲要做我的奴隶我不敢当。一个真好的条件就是你爱好好听主，好好继续工作，安尼就有够。即个兄弟姊妹，几若年了后，即个师傅带了真侪人来信耶稣。即个故事虽讲真平常、真平凡，无的确嘛捌发生伫你我的心上。即个兄弟姊妹，互咱知影一件事：人是两只软弱的，世人无过错。有一句圣经在安尼记载讲，来，咱做伙来念，好无？预备，来。好，世间人拢犯罪，亏欠神的荣耀。世间人拢犯罪，亏欠上帝的荣耀。咱读一段的圣经节，我就想到昨遐个金曲奖咧颁奖的时阵，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咱将荣耀归乎主，咱得到即个上大的荣耀，就是咱的成就，咱归乎主。但是安怎？咱有拄时啊，嘛会亏欠上帝的荣耀。求主怜悯，嘛帮助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我，咱拢在写真侪无共款的故事。人生的故事，就是一点一点来累积起来。过去的代志，咱定定在讲放互袂记，但是毋是放互袂记，这是咱爱刻条伫咱的心内面。跟对主的人，爱切实悔改，常常自我反省。约翰一书第1章第1节到第9节，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伊要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的不义。有阿门。愿主来帮助咱。当咱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阵，咱会当来反省，咱若是毋是会认为讲，讲到罪咱的教会也是讲牧师，你讲到罪确实有影罪，我就敢若无呢。有拄则咱有即款的感觉，迄个罪敢若是别人的，毋是咱家己。所以愿主来帮助咱，咱若承认家己的罪，就是对主无完全，这就是罪。对主无完全，这就是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会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的不义。愿主来帮助咱，这是头一点。所以帮助咱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咱若以后要做啥物款的代志，咱来送书啦咱来送书，每日送书，上帝的法度，即互人就有福气。好，咱第二点，我甲兄弟姊妹分享，时常爱甲主保持美好的关系。拄则咱讲第一点是啥？爱切实悔改，而且爱常常自我反省，这是第一点。我相信我毋知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会当有即款的时间，常常自我反省的时间，做信仰的反省的习惯。总是咱爱较注意的是第二点。过来，咱对主的人，伫当一个咱要唱吟诗，迄个对主的人有幸福，对毋对？服侍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跟对的人有幸福。我相信咱细汉拢有即款的经验，咱若缀伫个大人的后面，咱会感受安怎？真平安，因为安怎有大人伫头前，伫遐咱才缀真平安。今仔兄弟姊妹常常甲主保持美好的关系，就是迄款的感觉。对主的人，甲
甲主有保持美好的关系。我毋知影是毋是咱会当甲主保持美好的关系。耶稣伫咧约翰福音15章，伊用葡萄树甲枝伫遐来比喻，安怎？比喻伊甲咱的关系，是毋是？葡萄树甲枝，哦，哦，这葡萄真好吼，这应该叫巨峰葡萄啊，吼，真水吼，哦。枝有咧结真好，真扎、真密、真扎实。这枝连结伫葡萄树即层，我应该爱用搁较远的迄个大丛的葡萄树吼，去互咱兄弟姊妹看。哦，迄个枝的连结真重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枝会当互规丛的葡萄树，也是讲葡萄来大汉，是因为安怎？迄丛树仔本身得到的养分，所以迄个枝若离开迄丛树仔本身，咱知影这理论上就是安尼，伊无法度长大来结果子。哦，所以虽然说讲伊就要孤单无路用，所以虽然说会譬如真清楚甲咱说明，咱说书信中要来成长，咱的信仰要成长，甚至要结果子。咱就必须甲主耶稣保持真好的迄个关系。要安怎保持迄个好的关系？其实我毋免讲，对不对？要安怎保持迄个好的关系？有人要甲我回答无？要安怎甲主保持好的关系咧？这咱定定咧讲咧，定咧分享咧，都是啥？读圣经、祈祷、参加聚会、灵修的生活，甲主。交通啊，交通，哦，啊个信徒的相通，有无？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在讲的道理，听起来敢若真简单，但是有拄时啊，咱就是无法度安尼来做，因为安怎？咱一圣经合起来，一出去外口，一礼拜煞了后，佫变一个人。有主来引领帮助咱，时常甲主保持真美好、水。诶，迄个关系，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英国的海军对伫咧遮个军队舰队的安全，因有真多的措施，因真密切咧关心遮咧安怎因，互因遮个海港拢会当真好，袂互对敌伫遐来攻打，所以因有一个。这个措施啦，就是用假的军舰、假的军舰，哦，伫迄个所在来骗对方，所以因开始伫遐咧侦探，伫遐咧侦探遐个假的军舰，咧侦探遐个军舰的过程中间，因中好，因感觉讲即只船应该是无问题啊，应该会当骗过即个对敌啊，所以。即个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伊就亲自去伫遐来看遐个军舰，看因中了安怎，遐个海军的军官的官员，听到即个丘吉尔要来，真欢喜讲好，一定无问题，一定看袂出来，倒一只是假的，你看会出来倒一只是假的。当然啦，这个故事很嗨啦，我意思就是这么简。军队即个军舰内面有一只是假的，所以因看袂出来。但是丘吉尔安尼影过了后，就讲迄只是假的，就讲即只是假的。哎呦，伊串出来讲，为什么你哪会知影迄只是假的？有人知影无？黄金机长官。丘吉尔就开始解说讲，其实。伫咧舰队咧行时阵，有真侪海鸥咧飞。安尼海鸥咧飞的时阵，舰队拢会摆物件出来，等物件出来，等食的物件出来，等无爱的物件出来。伫等的过程中间，迄海鸥拢会安怎？伫咧有食物的所在，还是有人迄个所在，伫咧迄个所在咧飞。恁敢若有一只讲无海鸥伫遐，安尼就是迄只。咱就是迄只是假的，这丘吉尔厉害吼，现在开始姊妹。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咱知影讲假的会
军舰无带迄个假面出来，所以就无有海鸥伫遐咧飞。亲爱的兄弟姊妹，你需要，咱拢需要假面，咱拢需要上帝的话，真正拢需要上帝的话。所以有当时啊，你的人生，你会感受到讲啊，我的事业遮尔好啊，我的一切拢无问题啊，看钱嘛趁到济啊。但是为虾米我就是心内面袂有安怎，袂有喜乐的？我就是当好啊，你看啊，迄个搁瘦吼，啊搁安尼看起来拢人看袂起的人，伊竟然遮尔啊喜乐，为虾米呢？亲爱的弟兄们，我都是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咱无好好伫遐感受多起美好的关系。啊，上帝多起美好的关系，另外一个赞处就是啥？最重要的赞处就是咱甲人勇敢，人甲人勇敢，兄弟姊妹跟兄弟姊妹中啊。所以为什么咱要爱有小组？为什么咱要爱有团结？也就是安尼，咱来实际听人，听兄弟姊妹。咱会当要实际听厝边，听厝边。我相信咱即个隔壁是咱的厝边，对毋对？哦，咱嘛知影即个历史的过程。哦，咱的教会拄一开始在起造的时阵，啊，到后来隔壁起起来的过程，有一段历史的过程。感谢上帝，我会记有2、3年前，隔壁迄厝。也要征收哦，啊，甲咱招，哦，甲咱好咧，甲咱伫遐咧招。那过去以前的历史，可能咱无爱招伊，对毋对？有可能嘛？哦，有清楚的兄弟姊妹就知影即段历史。但是后来，咱经过日甲顶落也好，还是讲咱有几位长职伫遐真好的沟通，甲因伫遐讲得好，啊嘛因嘛真好咧。哦，开始当因遐完工的时阵，因搁送一盒水果互咱的教会，甲咱说多谢。改变，咱圣诞节的圣诞歌，无需嘛有找机会送互隔壁。开始迄个关系，无得较，咱最近搁来圣诞节的活动也好，搁来咱甲厝边咧安怎样来和好。顶个月有咱即个新的即个起好的隔壁遐，拍电话来甲咱教会讲，毋是抗议啦，是讲即个牧师歹势，咱咧树发到伤旺啊，安尼吼，过去啊，是毋是会当处理一下？拄好咱中正会有通过要征收咱的花园安尼，我就讲歹势，歹势。那照咱甲厝边的相处，伫咧台湾的。惯势，台湾人的惯势就是，卡来就是开始骂嘛，卡来就是开始指责啊。所以这几年，我相信咱的调整甲改变，整个教会咱做社区这个事工，虽讲阁无够厉害，我知影，但是咱阁较需要的就是啥？甲人保持好的关系，相时咱会当甲厝保持好的关系。迄个好的关系，你就会当看到。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语一直在提醒咱，听厝边亲像家己，听迄个对格，哇！互咱会当来实践，愿主来祝福帮助咱。最后，牧师你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爱结做果子。咱军队主的人，咱爱反省，时常的反省甲主的关系。咱爱甲主时常保持有好的关系。最后，咱来结果子。牧师搁来放顶礼拜，咱看到的迄个影片，搁互咱来回想。咱咧做屏幕小组，遮个兄弟姊妹因真辛苦，伫遐要来结果子。咱今年度有20位准备要孵卵出来的果子，即摆因继续，因今仔日就有聚会，开始搁继续有聚会，咱来看。
不是分享自己年少里，要别人哪里幸福是相信自己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写下从来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写下从来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这位姊妹8月份要生日，都食讲内衣吼。刚才做了一件事情，我说祷告，然后我现在心里就，这是另外一组open 幸福小组。这位美姨，你是无道友，伊阁介绍真多伊的遮好朋友来参加。这是在聚会的过程。聚会流目屎吼，祈祷流目屎。咱的同工真特别吼，真温馨吼，去送物件去咱的每一个境外的家庭安尼。这是线上聚会，线上聚会。祈祷真重要，因为兄弟姊妹的付出、代祷、以及奉献，真侪人因为安尼得到福气。有20位幸福小组20位福音朋友伊迄个过程中间好可以了，谢谢。今日兄弟姊妹顶礼拜放送到即礼拜放送，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哪有啥物款特别的感受，而且有讲到爱结侪侪的果子，做爱咱会当结果子，你一世人会当结侪侪的果子吗？一个人、2个人、3个人、10个人，咱的教会继续咧传福音。我相信有兄弟姊妹伊讲，我牧师我真正袂晓，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样，无要紧，你会当来参加祈祷会，你会当伫祈祷的内面来纪念咱咧传福音的遮兄弟姊妹。其实牧师毋茫是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来参加即个幸福小组。你嘛会当透过即个幸福小组，即传福音的方式，有其中一个啦。其实佫会有其他的传福音的方式，目的是啥？就是爱咱安怎？结果子，这是啥？这是祝福咱的命令啊！用普遍的来传扬上帝国的福音。你若有体会经验着上帝国的福音，你若切实悔改、时常反省，你若常常会当甲主保持好的关系，甲人保持好的关系，你就会当安怎开始有即款的反省，知影讲你要安怎样结果子。所以结侪侪的果子，毋若是干那咱的本分，上时嘛是应用上帝的方法。所以咱基督徒要结啥物款的果子？当然传福音对外，咱是传福音的过程。过来咱家己本身，你要安怎样结果子？咱讲信心来就是安怎，来帮助咱结出啥？咱做阵来念吼，恁来安怎？吞润恁来吼，过来温柔、良善、信心、温柔，最后一个节制。倒一
14、20。加拉太第5章22节到23节。信心爱咱家己过子，另外一方面是咱家己本身。信心两个字伫咱内面，咱体会感受着，都会真正会结出这个果子出来哦。亲爱兄弟姊妹，即使你若是无表示啥，咱大家做阵来加油，毋是要甲你指责，咱做阵来加油。你是毋是有忍耐？你是毋是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温慈，有良善，有信心，有温柔，有节制。哎呀，其实当老师要念的时阵哦，就要喊出来，因为安怎？这念的气惨呢？你有忍耐，我有忍耐无？我有喜乐无？我有和平，我有存忍，我有温慈，我有良善，有信心，有温柔，有节制。啊，感谢上帝，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要真正得主的人，是有福气的。这是主的恩典来帮助咱。最后，我用一个圣经内面记载的故事来做结束。伫创世纪16章最后一节会记载亚伯兰86岁，但是伫17章第1节开始，却讲到亚伯拉罕99岁。其中这13年无有啥物特别的记载。这13年的时间，亚伯拉罕在做啥物？当然，这有一个网络笑话，也是讲咱宗教的笑话话啦。有人讲啊，这13年伊白白浪几条啊！现在兄弟姊妹，虽讲是一个笑话话，但是亚伯拉罕伊的一生，伊讲伊是会当互咱称作是信心之父。伊对86岁一直到99岁其中迄段时间，其实无人知影伊咧做啥物。但是，亲爱兄弟姊妹，你对一出世，你对信主开始，一直到即马，其实你应该知影，伊咧创啥物，咱咧创啥物，咱教会咧做啥物。所以，愿主来帮助咱爱有迄款传福音的热情、甲勇气。结果子，外在就是啥？传咱信主，内在就是啥？才信心的果子。内在、外在，愿主赐福帮助咱。信主的人有福气无？有啊！信主的人有幸福，跟对主的人有幸福。愿你我咱拢会当真正来跟对主，正三个阿头来记得。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好，听阮伫即个世代来徛起，阮知影，阮的一生真正短。有时我感觉亲像亚伯拉罕同款，伊有一段的时间，毋知影在做啥物。有时阮回想阮的过去，感觉亲像嘛有一段的时间，毋知影在做啥物。但是主你无弃杀阮，你帮助阮，你嘛提醒阮兄弟姊妹，爱时常悔改，常常反省，甲主时常保持好的关系。阮常时内在外在，阮拢爱结好的果子。主啊，阮感谢你，你无弃杀阮，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阮的事业。伫阮的工作、阮的家庭、阮个人本身各方面，当阮还搁咧超出的时阵，当阮咧等待的时阵，主啊，你就来到阮的中间，你差派信心保卫师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搁较认捌主，搁较认捌人，互阮会当透过即个过程来应用上帝。知影阮的不足是啥物，求主赏赐阮，互阮会当来补足迄个不足，阮彼此中间会当互相来斗相共。结出搁较侪、水搁好应了上帝圣名果子。感谢主，嘛祝福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继续前后走，来成做一个真实跟对主的人。感恩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请咱。圣诗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请咱一起唱。
代奉献。咱来先开直播，咱来看今仔日直播报告。伫本周的东港属龙，请咱大家来看。伫下礼拜书会是曾宇璇执事，书评是林志宇姊妹，书评交代顾完是少年堂第三位，姊妹廖建昭就笔出甘肃人。天会是吴秀美，会前的领袖是包括了兄弟，天是宪法会，音控是林星光同学，查根查个是邱永祥执事，以教会主会领袖教会，请咱来解。本会消息。咱对6月19号起，主日学一直升温，主日学已经开始恢复实体聚会，包括小组团体。假使咱身体若有伤患，是居隔者，请咱互教会知影，会当适时会当帮助，或者来处理。代志，伫下礼拜伫下晡1点半，咧调开电电演习会，请咱相关的同工来参加，并请嘉宾团队回应来学习。今仔日教育小组伫12点半，伫1楼会议室的教室，就是会议室咧调开实体座谈会，请咱团队回应甲小组长。参加本会定于7月10号下晡1点半，咧固定小组长的训练，请咱团队小组会当派有利的同工来参加来老师做练。小会定8月7号要固定新体底，若要洗礼若者，老师也是干事来报名，当安排。要真理课程。下礼拜六7月9号就是
球的经验，那鼓励厝内青少年会当来报名，无需要甲医学知识来报名。因为疫情的关系，幼儿园上课时间是对下载8点到下晡5点，所以咱老兄弟要来到会，请咱对在大门的所在进出进出，会当幼儿园会当安全的管理。变咱基金会年底7月17号同港府会咧举办职工基础及进阶教育认证训练，有愿邀请兄弟继续来报名来参加同报人来进。对地本会附设的协会年底7月5到9号咧主办国小体可以邀请小朋友来参加，咱干事来报名。咱每一周拢有看到直播，伊着身体增加，看病会兄弟继续来感受。调味型兄弟就是每月节会大汉老生，即马做成电视在治疗，咱来感受。容易抚养的机会，就是芥菜种小米的很多啊，跟内拜顺利生产，如你平安平安好。咱若有厝内咧调用的这真鱼方、蚊香、澄清、赖介质、林介质、林德兄、潘永洲、吴世明、曾文哲、郑明祥、吴晶晶、徐建平、吴李敏珠、杨振来的段爷、一些我们在下边妈妈白体秀英、魏晶、出外何伟的回啊，我们的报告那个告诉我经常，看咱用所以咱来用。有需要补充的。好，兄弟姊妹，我真紧来补充吼，时间的关系，咱的疫情的关系吼，其实医院陆陆续续有兄弟姊妹确诊吼，一定爱甲牧师讲，一定爱甲牧师讲吼，教会这边遮吼，嘛会有侪的关怀包吼，比如讲关心关怀包，这咱兄弟姊妹唔通客气吼，唔通客气吼，而且牧师阁提出来吼，甲兄弟姊妹来报告。再来，咱来看第4点吼，就是后礼拜1点半吼，咱有要举行小组长的训练。咱的小组长也是讲团契会长，即毋通讲每一个小组也是团契，咱派员来参加准备啦，准备咱会当感觉讲，即个会当适合来做小组长，就是讲即个会长吼，即个过程我相信咱即个是要训练咱的小组长要安怎样来经营一个小组团契。毋茫兄弟姊妹，你若有兴趣，你会当备办心，嘛会当来参加。毋是马上就爱做小组长吼，是继续，而且咱经过即个训练，互咱知影即个基础的物件。真毋茫咱拢会当参加，因为咱今年度有要搁加3个小组出来，有3个小组，新的小组要搁形成所以愿主来感谢咱，咧传福音过程，咱的牧养的系统嘛咧建立出来所以毋茫咱拢来照即个系统来行。咱的教会就会兴旺，会永壮。有主来保守这第4点。再来要洗礼的兄弟，请咱来报名8月初7，8月初7要来洗礼来报名。好，再来即礼拜日早起8点牧师真期待嘛，毋茫咱兄弟姊妹拢总来参加，伫咧即个嘉陵国中的体育馆内面，咱拢来做招待，这边因为报名的关系，青少年甲成人其实拢会当报名。你若有兴趣要做即个选手拢会使做阵来参与你若讲我可能体力较无够，你嘛会当来参加，甲因加油甲因加油这内面有即个基本的训练，搁有对抗赛搁有老师的见证
老师的分享伫下晡的时阵，所以这是差不多为早起8点一直到下晡3点的时间，这是整个行程是安尼，所以牧师真期待嘛，希望咱兄弟姊妹时间会使，咱拢来看，迄个身高超过190的啦，咱安尼甲看，190的一个篮球国手，毛家恩，兄弟，伊要来做见证，甲遮个青少年，特别遮个青少年分类。所以希望咱兄弟姊妹大大小小朋友拢会当来，拢会当来。咱来做，咱唔通做人客咱来做招待人客的人，互咱来做调整，希望即个咱会当来参加。过来第8点呢，一直咧强调咱游园人数还佫无够，真烦恼呢。人数佫无够，佫差不多差15个。所以希望兄弟姊妹，咱继续来报名。阮兜全家拢报名咧，阮杨小姐嘛，我嘛甲报名。全家无孙女，我妈妈，杨小姐我拢总报名，要来做志工。这嘛是咱咧锻炼咱要实践信仰的开始。你请出一个志工，你会讲，牧师我就毋免，我就拢有去做志工，这无需要，无啥共款先希望讲咱来学习一件代志，教会咧推动事工的过程中，咱真重要需要安怎？需要兄弟姊妹的支持。或者班的兄弟姊妹佫较有气力嘛。透过人的关系佫较有气力，而且咱就会当来见证上帝听咱遮侪兄弟姊妹愿意出来斗乌烟，教会每一件代志，就敢若亲像咱兜共款，毋是因兜，毋是恁哪斗教会，毋是安尼，是咱哪斗教会，好无？这第8点，第8点，邀请咱伫遮来比，咱的协会嘛，继续咧办暑假的侪活动。然后小朋友要办定格营的时阵，邀请兄弟姊妹来介绍，来介绍。好，以上安尼来报告。佫有咱关怀大岛的事项，咱特别为着美月节大囝，这个卫星的胰岛，血糖关到500，所以真悬即摆咧住院咧检查，医生讲伊的体质是好的，无问题就是爱调整，所以可能会住一段时间的。调用，咱嘛为着每月节祈祷伊身躯较衰了，爱照顾伊的囝，所以这咱特别为因来祈祷佫一个切菜种小组，吴阳玲姐妹，生一个女婴，真好，感谢主咱当然无法度来透过网络无得共因咧看咱甲恭喜愿主祝福。佫来继续遮个调用的兄弟姊妹，咱继续为因持守来祈祷，求主保守这个住院的嘛是住院这种长期治疗用院去住院，所以咱特别为因来祈祷，求主保守，锻炼一直出国去外国的遮个兄弟姊妹。好，以上安尼来报告。咱来读本周的历史图4章20节，请咱做伙来读。这是咱来上面510首，上面510首，临时线请牧师指导。信心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角一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